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拜拜，生日快乐！小朋友，来，哎，我来啊！我今日过来提补妆啊，而且我出来是新的队员。提补妆之前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我是英顺利站，英哥顺利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我是金涵，我是片涵，我是小婷，我是玉晶。有金4位小朋友来到这个现场，是讲你看起来那花头喜面，这么欢喜啊！李美队长，你今日带新的队员爹爹，因为今日是我的生日。感谢，我有带这糖啊，要来和大家分享。所以小朋友，若是要摕糖啊的话，我弄一个，代表一个祝福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来，首先，好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够温暖呢。生日快乐！哇，愈来愈水哦。好。哎，功课第一。哇，互相祝福。耶！李美队长，你哪安尼熟悉嘛？一年外，你拢无爱互我祝福哦。唔是啦，虽然我甲你足熟，啊，不过吼，我甲你揽嘛是有一个概要啦。我甲你哦有一条线啦，我无想要甲你揽，我嘛是会当拒绝啊。这就是人咧讲的身体自主权。我保护家己啊，就算讲是吼足亲的人，还是熟悉的人，还是包括爸爸妈妈，我若是感觉无爽啊，我是会当拒绝你。对啦，即摆摕奖了拢安尼啊。唔是啦，你莫伤心啦。啊，确实，伊讲的嘛无唔对啦，因为吼，人甲人之间真正有一条线，啊，迄条线你也知影讲伫倒位，啊，你若感觉去用吸到无爽快，你也勇敢的讲我不爱，啊，你才有法度保护家己啦。是啊。若是伫外口拄着这种状况的时候，要安怎？这哦，你若是无爱哦，你嘛是要勇敢讲出来，啊，直接离开了后，再甲爸爸妈妈是吼会当信任的人讲这件代志啦。哦，对，我感觉有两个观念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做清楚。第一个就是你家己讲会用的，别人才会当甲你帮。你若是无讲袂用的，别人嘛袂当甲你帮。安尼敢知影？对，这是其中一点。啊，第二点就是你家己有同意甲拒绝的权利。别人的物件啊，有身体，你是千万唔通去黑白甲人侵犯的。安尼知影？我讲这就是人甲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。除了为着糖仔以外啦，你感觉你迄个心情，敢有头先有淡薄丢讲要抱啊，是歹抱？无，就是讲就甲咱一个。佢哋嘛是祝福，甲伊祝福，啊希望伊欢喜，啊尤其今仔是伊生日，对啦。啊，不过即马讲遮尔济，我感觉吼，我即马心情有淡薄无爽快，因为我感觉我即马想要摕补妆。你无爽快，哎是你的代志。是我才无爽快，伊拢无甲我做朋友。不是啦，今日无爽快等伊休困。对，较早困的较有味。你看阮对你足好，足关心的咧。是话你讲，我今日主要带小朋友来遮，就是希望当摕补妆，今日嘛互你祝福了嘛，啊补妆摕就是了，互伊欢喜啊，是无？其实我有一个生日的愿望。啊，是安怎？你讲。我的愿望哦，就是希望每一个来的小朋友，拢会当来摕补妆，讲大吉。啊，真重要。太重要。对。嘿，啊，你是要摕补妆对不对？是。因为头先有讲到，咱有勇敢讲外的权利，哈？所以阮外。不样啊！我讲遮尔济，而且你拄则遮尔好心甲阮讲正确观念，遮尔欢喜的一件代志，你应该互摕补妆啊。然后别讲了。我是讲哦，我若是无互恁摕补妆，我会袂爽快。所以恁就做伙来摕补妆，好唔好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做伙求进步，4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回合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竹仔搭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
拄只我听到小朋友的队名，我感觉真有兴趣，因为真有气力啦。景涵，你可会使念一个我听？恁的队名是？阮是英顺二节用歌顺队。哦，英顺二十啊。啊，这有什么意思二节就是阮学校20周年。 20周年哦，英顺国小这20周年，算是少年真有气哦。20周年啊，用国顺哦。哦，敢若真袂歹哦，袂歹。真用真顺哦。啊，这声母你敢有熟悉？有一个袂晓讲。有一个名讲，来咯，对一个，真老实。对一个，我希望行到遐。 THS。真啊这是三第4部好，无问题。吃就是 TSA。吃，哎呦，无要紧，恁同学用国顺，伊知影。好，敢会紧张？嘿，真老实哦，这个人故意，真好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田大家，来，好起啦！哎呦，我靠！几包？ 2包。 2包，金两，L 是了有啥物数？老会。哎，老会，所以老会，老会厉害来，好起啦！你头先直接甲咪咪牵落是真对，故意。啊感谢你的爱。 3 S 是丝有啥物数？西龟。玫瑰。对。来，好起啦！是3啦，用到3包，恁两个有你认真无1包。 H 是喝有啥物？喝饮料。好野人。好野人对。好凉诶。来，好起啦！你莫了台湾国语哦。对调。哇，真两 P 是宝有啥物数？报纸。对。哎呀，小姐，恁两个，好在好起啦！这两个哦。你敢来怪我尔吧？有无？ 3包。这3包就去啊，这3包就去啊。 3包。无啦，这上尾一个嘛讲啦。K 是歌。感情，对。啊，恁两个是安怎？我问伊，那你在怪我？但球你嘛有分呢。我拢有牵到。 2解3包，是伊。啊2，好，这出来复习，先出来复习。哇，敢若讲到5个字尔，对你来讲可能无够，还是搁要试一届咱评审。我啊。无啊。哎，算起来感觉啥款？做好耍诶。真好耍。真好耍哦。趣味啊，趣味。真趣味哦。系啊，你捌趣味？做趣味啊。你敢牵有够开？哦，牵无够牵无够开，你牵过来球了就煞呢。哎，几部的是爱问伊。袂使讲怪我，你逐个人嘛有问题啊！啊，我叫要来相拍。好啦，煞去啊啦，咱学习较重要啦，加读几字啊，较重要吼。来 S 诗个有啥物数？社会。哎呦，社会对。还有无？律师。律师。律师。K 是歌。规则。规矩。规矩啊，对规。成功。成功。规工的啊。规工的。规。嘿，规工。好，行，真顺利，行10个，2块大片来，请坐。来，直接摕2块。提啥？你系。让我先标哈。好，来讲我们后一关会摕到几块咧？现在讲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练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
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啊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会保障就安全啦。好。哎，今仔日摆到安尼，敢有啥物特别的用意？因拄则看我的表情，就是相信我，相信你。就是敢若这个想法，无其他。好，大家看卖下这个题目。恁爱讲出符合这个条件的菜色甲果子。哦，真简单，你有爱食啥物菜色无？我想看什么青菜哦？烤菜色是真苦瓜，对苦苦瓜。瓜。烤龟。哦，就汉尼有囡仔爱食烤龟咧。啊，玉婷你爱食啥？带动桂林啊，啊，培林啊，哦，我要喝茶。好食好食。啊，玉晶呢？菜头，菜头，赞。会用的哦。冰涵，你有爱食啥物菜色无？硬菜，硬菜。哎呦，真好，大家拢爱食菜，你要尽量讲哦。好，来，点来噶？来哦，球来哦，先捂就好啦。青色的，还是去两个字的？哎呦，可以当讲出来。有好来，两个字的菜色甲果子有啥？红果，红果对，汤姆，草莓，硬菜，硬菜好， N C 盐水好，来哦，来哦，跟两个字的。来哦，捂就好，来哦，青色的哦，加油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捂就好，哎呀，但是咧，敢袂用因为这诶，足济，这足济当讲。共款两个字的，木瓜，木瓜、榴莲，榴莲、苦瓜，苦瓜、秃头。葡五萄。个来，哦，这真济啦，这题目是毋是出唔对伊啊啦？那敢若对因来讲真简单。所以捂就好啊。好，来青色的，青木瓜，青木瓜好，你搞。高头果，高汤，哦哟，厉害呢！青苹果，青苹果，你安尼是做表来来，青雷梦。青柠檬，好，柠檬条会使，哇 ，bonus 来，bonus，我想要bonus 这就袂当过去共款的，爱无共款的，哎呀，若是同款就无意思爱较好啊。耍的。来啊！三个字的拢对才有 bonus 哦，四个果，啊，四个果，哪里哦？高丽菜，高丽菜对，水蜜桃，水啦，哎呦，换你哦，汤虾菜。汤啥四个字的，汤，三个字的汤丝芽菜，哇，菜头，红菜头。红菜头。好来，哦，头前是不是骗人家斗相共的？哎，叫感谢你爱。感谢你的爱。时间要到，所以捂就好啊。好，来，两个字的，袂使讲共款啦。菜瓜，菜瓜有，好，水来，水莲，水莲对赞的。菜头，对，安尼对，啊，两个字的，番薯。安字对，来时间到，有看紧。时间够有，啊，是吧？哎呦，看起来是表现了袂歹，来，咱来头前学习一下。哎呦，你是真正爱食果子菜色无？爱有真爱哦，因为无怪哦，因对遐果子菜色的名拢真就了解。唔是青色的，头前无讲到，无算到。红菜头，哎，讲过啊。香蕉啊，啊，香咸椒啊，哎呦水，金蕉，啊金椒，马铃薯。马铃薯，好，下个，啊对。啊对对来一个，唔是青色的，不是青色的。啊，甜椒，低椒。甜椒，甜椒。哦，安尼算对啦。蒜，哦，安尼硬豆包你豆出来，厉害，算你厉害，有这个能力。蒜头，哎呀，20题2题大片，佮加上1题 bonus 来3题，别喊，哇，别喊，这个3题啦要。轮流啦，哈，每个人有机会哈，有见别只加3题哦，哇沙地，这种呢，不妙。不妙，
没摸啊。袂歹，你袂歹，来。唔是咱想简单，无就是想厉害。哦，对对。袂使，后一个关卡要调整一下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两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啊简单。好，要来做句啊！开始紧张啊！因为咱已经5题去用提去啊。对。所以咱这3题一定要留咧。剩2题。剩2题了，拍。对。这三只2题一定要留着。 2题先摕去藏起来。嘿嘿，对啊，看因的实力啊。即马参与到要第3关啊，算起来好算嘛？好色好色。好算啊！你有感觉有难度无？嘛是有哦。欠你啦。安尼就直接开始啊。好。好。好啊，你拢分配好啊嘛。好来，请就位。就位，请就位。好来哦，现在看。加油！我无听话哈。莫听话，莫听话。我拍起来就。即摆卡我等伊。手我自己等伊啊。你手一支等伊啊咧，较细力的啦。袂使甲阮拍着哦。哎呦，对，就是安尼无听话。会甲你夹落哦。哦，来家，哎，无。来家。请讲。气甲火。小朋友来家。对，就是安尼无听话。会甲你夹落哦。哦，来家，哎，无。来家。请讲。气甲火。小朋友来家。那里的天气是足侪云的。好，过关。好，对。来。健康很好。袂使拍留意。无细腻的，我是知影。啊，你若是挑工的哦，我嘛是看会出来，我跟你讲。我无路啊咧，我无路啊。要去带啦。好，这个较轻的哦。拍头卡。这行马的比较胖。阿勇啊。哎呦，来家。请讲。游玩什么？阿母的面油丸亲像苹果。哎呦，对。阿嬷的游玩。阿妈，伊有完亲像广告，遐尔啊水。来。好啊啦，哎呦，哎呦。就叫你莫乖乖的。伊的字愈写愈水，你会啥？我的字愈写哎愈呦，对啦。你若是讲，拍掉。好，莫当武器。拍谁？哎，对，你若拍着我甲讲歹势，对，安尼才有礼貌吼。再大力一点。哎，给你。好，最难的。可以啊哦。阿辉啊。来。哇！好可以了。阿辉啊，高管给你。快！进去。时间到。啊！来，出来复习者。咱即摆来试一个游玩好啊。游玩对你来讲可能较无遐尼啊简单，因为咱平常是讲话，较袂讲游玩，伊较文。对。咱通常拢会讲共款。伊游玩遐尼缘投。伊游玩遐尼缘投，嘿啊，真简单一句话啊，嘿啊，我游玩遐尼缘投。这么水都会用的。对。游玩愈安怎，伊就是程度的无共。有可能是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强，还是愈来愈了，愈来愈歹，愈来愈安怎？这较简单哦。来试看卖下者。阿母愈来愈水。对哦，安就是安尼。是。感觉有？我愈来愈悬。愈来愈悬会用的哦。真好。哇！哇！摕了啊！3题2块大片，来。喂，真正是愈摕愈煞。对啊，愈煞手吼。愈摕愈煞手呢。哇！来，真厉害，全部拢摕了啊！啊，不过咱上届期待的就是，
摕无到迄一天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嘞？赢来个！来啊！摕宝藏的时间到啊！针对有今日小朋友是会同来，我敢会当替因一个，甲你讨一个要求。哦，你爱勇敢的你玩勇生敢的生， ，no。拜托啦，不是啦，你今日生日这么欢喜的代志，我若是摕到宝藏，你敢用红个金箍箍？你都买搞，那我有啥物要好你？拜托，你甲我给我哎呦，好伊，规头都好伊，全部都好伊。金箍箍。伊也无搞我烂毛嘛呗。今日我无生日啦，伊讲喏。对，金箍箍甲伊用，我若是摕到宝藏，我有金箍箍。好啦，看伊表现甲这尔好，我无予伊去歹势啦吼。对。好，你若是真正有得到宝藏，佮加送恁金箍箍啦。好。到底敢摕到宝藏佮金箍箍咧？请买。拜托。慢走。小朋友。哎，这是我的宝藏第一名嘞。你上机，来金扣扣，那就好啦小。朋友摕到宝藏加一条嘞，你换一条，你唔讲伊拢唔敢相信啊！你若配到规个反应拢点伊啊？敢袂使互我一个较欢喜的表哇，你会感觉？好啦，因可能有小可讲伊，惊一条咧，惊一条。好啦，今仔日参悟落来是毋是啥款药金？真好耍，嘿。后就好生。盖搁想要耍，啊，真感动的后盖搁要来，那真你咧，真趣味，真趣味哈。啊，佩安你咧，以后一定爱来一摆。哎呦，以后一面再搁继续来就对啊，带搁要来一摆啊。对，啊，搁来那为什么呢？你会等去甲恁朋友分享无？嘿，哎哎呀，呦，哦，到下一摆敢有够？无够，无够啊！平安，啊你参悟落来心情啥款？就欢喜。真欢喜。啊，后摆找我同学来耍。哦，拜好，啊你恭喜恁啊，真正是台语讲了真好，啊嘛真勇敢的敢讲出来，是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讲台语，欢喜无？啊你是你敢欢喜啥？我以为分享出去啊。哦，对，啊，等下去分享。真正会当用。